Anya 同埋若兒啊，相信大家啦對呢對臨時組成嘅家庭啦係非常之有興趣，而且啦佢哋生活日常啦都係相當可愛噶。呢對相依為命嘅母女喺舞台上面又會點樣展現出嗰種溫馨爆笑嘅日常啦？咁我哋而家啦喺舞台上面啦就有兩位嘅 cosplayer， 一位就係 Sophia， 而一位啦就係 Nicole。我哋準備將個舞台交俾佢哋兩個啦。Anya 第一次知道，佢媽媽每一次出去都可能翻唔到屋企。Anya， 你自己攬住先，出去一陣，我快返嚟。雖然危險，但唔可以失敗。原來媽媽唔係去返工，係可能會死㗎。Anya唔俾媽媽走，唔准去啊！可以去。乖，留喺屋企，媽媽好快返嚟。呢句好平淡，但係觀眾知道可能係最後一次。Anya 阻止唔到，唯有偷偷地跟住。我一直以為只要完成任務，就可以保護所有人。原來我最想保護嘅一直都係你。好啦，咁我哋返屋企啦。哇！我哋俾啲掌聲呢一對組合啊，哇咕哇咕。OK，接住落。